古早人讲一府二鹿三艋舺，鹿港庆祝顶礼拜5日这活动，其中一个涂骹白龙船的比赛闹咧上场。参加比赛的人坐特别座的这只龙船，亚船白啊向前行，先到终点一队就算赢，4个人一队，要考验大家合作敢有斗打。另外，中华丽水办鹿瓜糜 Q 大扫的比赛，就算规身躯拢全染涂，大家共款算甲真趣味。另外，还有5日这才有的鹿港公调表演，用上届短笛的鹿港 Q 来消解，互游客扑啊声一直吹落。鹿港好食面、面线糊、牛舌饼，还有红眼糕，拢伫遮。一府二鹿三艋舺，即个二鹿就是讲鹿港。鹿港人够美爽。上在地的鹿港巷口，互游客先学罗甲会答字，阁有鹿港的公调秀，互游客拢学罗赞。日时阁有陆上的龙船体验赛。开始啦！掌声鼓励！砰一声开始走，比赛开始咯！众人咧喊加油，参加比赛的人，大家拢真拼死咧一直爬。嗨咯！这只龙船乃无听话，走起去。别人的队伍已经爬到足远的去，4个人坐伫咧特制龙船顶悬，亚船爬咧拼向前，看着敢若真简单，不过爬起来无简单。2019年鹿港庆端阳的系列活动，其中步顶龙船的体验，再去伫台湾玻璃馆来上场。除了体验爬龙船以外，嘛通照安尼来回住社区的爱心力。伫鹿港有这个陆上行舟，啊那伫咧南江华的二水来举办这个鹿姑妹仔田球大扫的比赛。伫咧龙田内底，双方来对阵，边仔亲友团咧斗赞声喊加油。看来这个查某队平常较有训练咯，3、2步起来，佮甲对方甲扭倒去。虽然输的安尼趴伫田底，规分输是顾甲乌索索，不过也是算甲足欢喜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